台语文看榜来去高雄，高雄有一阵讲故事的志工妈妈，因组行动故事妈妈剧团，四界去表演讲故事。今年的秀抓剧团专工安排10多场的台语故事表演，甲乡亲咱嘛做伙来去听故事。介趣味的互利甲高山啊，小朋友看了笑嗨嗨。扮演的内容是囡仔册，遮的演员拢是志工妈妈，伫高雄真侪图书馆甲庄脚学校拢会使看到因。我是英哥，你敢知英哥是啥物话？英哥的国语叫义父啦，台语叫英哥。为着即摆台语故事的活动，拜三下晡因先来排练。这个剧团的团长是上重要的人物，台语的剧本是伊改编的。故事册的角色足单纯的，所以我拢会佮加角色，佮加台词，互伊变做足趣味的，而且佮会当传达迄个意义。多数的演员有囝有家庭爱顾，大家拢是找时间来斗相共。亲像这位演水家的妈妈，对台北嫁来高雄才学台语，虽然讲袂练转，嘛愿意挑战。我一个人唱歌无啥物意思啦，我叫你来陪我唱歌啦。青蛙的角色请假，叫我来试看卖，我就戆就来啊，然后我就去演啊，就是安尼，演了大概3场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玩，然后也毋过呢，拢是讲国语的。因为大家拢是志工，所以表演的道具嘛，拢是因家己亲手做出来。好佳在有这位美术专长的成员，会晓用上俗的材料做道具甲布景。嘿，阮拢家己力阮的团长一个一发阮大家做伙来做，咱用足俗的款纸来做安尼啊，安尼，因为阮这是自工，但是囡仔因虽然讲阮这道具足俗，但看迄囡仔伊嘛足介意的。我的团员已经换了，搁再换，换了搁再换，干那我一个人坚持将近15档。我为什么会这样坚持？就是因为阮出去看到囡仔的笑容。为着囡仔的笑容，剧团每当4界表演，有华语嘛有台语。今年秀热连续安排11场的台语故事，互囡仔看。哪算哪学，希望阿公阿嬷嘛会使带孙仔来做伙讲台语。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。